将军，在新婚之夜干得出这么厚脸皮的事情。江锦华，江锦华，你给我起来！我知道你没睡，你别给我装了。江锦华，夫人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你要干嘛？你说我要干嘛呀？夫人，更生路重，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，以免染了风寒。夫人，你还好意思喊夫人呢？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你夫人到底是个什么人！将军，昨晚您和夫人睡得还好吗？不该问的你别问。都往里面搬，往里搬！搬到院里面，快点，快点！他们搬什么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看点脚下。不知道啊。走，看看去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一个放那边啊。都往里搬。慢点。那个这几盆花的话，搬到那个里屋去。慢点，慢点，别摔破了啊！还有那花架，一会儿一块搬过去啊。好。夫人，您在小毛这儿买的家具全部都到了，您点一下。来，走。这全是他买的吗？不知道啊。剩下的当小费。谢夫人。哎，对了，夫人，明天店里新到一款红木贵妃床，您看。来。好。不买。把这给我搬走。不买。那张赏你了，买。谢夫人。不买。我买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买东西送到我将军府来，理应由我来付钱。那你付，你付。那既然是我付钱的话，我就能决定什么买，什么不买。不买。江锦华，你哪儿来的钱买家具啊？新婚之夜的酒都换成水了，你有意思吗？宋清明，你有必要把这件事吼得人尽皆知吗？啊！我吼得人尽皆知了吗？我就陈述事实啊。再说了，就这么几个人，你不准说出去。你以为不让他说，他就不说了？你要是敢说出去呢？夫人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个哑巴。怎么样？宋清明，你简直目无法纪。我目无法纪？你新婚之夜让夫人睡帐篷是什么意思啊？掩人耳目吗？昨夜你一目了然，是我身体不适。江锦怀，你厚脸皮的程度真的很让人刮目相看哎。一般一般，不仅你荒唐行为的惊心夺目，我荒唐。你新婚之夜穿着盔甲，我有你荒唐？我大宁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新婚之夜不能穿盔甲。新婚之夜你穿什么盔甲？穿得跟麻辣小龙虾似的。你逼我还是打仗？你可真是克星转世啊！我
我之前吧，我学了那么点防身术，只要有人一打我肩膀，我马上就条件反射呀，没忍住。你还需要防身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应该知道我私下找你的原因吧？嗨，那能不知道吗？那现如今的情况，医药费。胡闹！我像是缺这点银子的人吗？对对对。宋清宁，你个小丫头，少给我整这出！你忘了让你嫁给江景怀的目的了吗？目的？那我哪能忘啊？皇上让我嫁给江景怀，不就是……知道就行。知道知道知道。你呀，还真是天赋异禀，谁沾上你都没好下场。这江景怀自然也不例外。那他要是不沾我呢？你是他的夫人，他不沾你，你就沾他呀。再不行，就弄死他。我要是弄不死他呢？弄不死，那就是你死呀，小傻瓜。这么大额的银票，是真的吗？他怎么这么有钱？这个江景怀，你上司给你赐个老婆，就是为了毒死你，你还有心情赏花，真可怜。干嘛呢？我赏花呢。啊，赏花。这个呢是李公公托我带给你的药。那个，这个是药吧？3分毒，毒啊，毒啊！小心！也许这甜蜜意外只会在梦里降临，可是冥冥注定我会对你一见倾心。我们在故事里相遇，却约定走过了四季。摇落桃花树，见红线一缕，交织着心动的记忆。一起写下许愿牌，一遍遍刻下你姓名。万千水，众相遇，桥边灯笼伴烛影。良缘结了理智，执子之手，白首相依。心愿是你在渡口，我坚定向你走去，温柔回应。哦，轻声说我愿意。